校園小偵探之 Who gives me the chocolate？中走，豬的腳印永遠沒變舊。未忘掉教訓，即使遭風雨，也定能靠着豬走過。與你一起放聲高唱，不可放棄，每日在照亮。願無限獻上，我心歌唱，朝夢想的一個方向。哇，辛苦晒！哇，你就好啦，咁受歡迎，跳得好有型喎！咦？邊個送俾我嘅咧？就等我嚟幫你啦！啟動 Super 掃描器，有結果啦！原來呢盒朱古力上面係印有指模㗎。李 Sir， 不如你將範圍收窄，睇下有冇一啲咩可疑人物啊！我哋用嘅方法好簡單，因為所有人嘅指紋都係唔同嘅。指紋分為3大類，包括基紋、公紋同埋窩紋。有乜嘢方法可以分辨指紋係邊一種類型呢？首先，我哋要準備指紋粉。用4B 鉛筆喺卡紙上面係咁擦，咁就會形成我哋嘅指紋粉啦。然後將手指按喺卡紙嘅指紋粉上面，將沾有指紋粉嘅手指按喺膠紙上面，將膠紙貼喺白紙上面，我哋就會印有指紋㗎喇。現場樣本，樣本 A， 樣本 B， 樣本 C， 樣本 D。根據指紋分析圖，最有可疑嘅就係陳老師、Mr. Tom 同埋羅主任。我哋再比對一下佢哋嘅特徵。結果出嚟啦，就係 Mr. Tom。
李 Sir，你辛苦啦。